Hello，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牛丸佬嘅頻道。開始之前記得用你哋嘅發財小手訂閱同埋讚好，仲要撳埋個鐘仔，咁樣一有新片時你就會第一時間知道噶啦。各位聽我講下呢個大衛劇本先，開頭係甜言蜜語，天花亂墮，唱好大灣區，跟住係急速反轉，賣慘收視。最後係返香港揸的士還100萬嘅救世奇案，佢呢套戲碼正正就係最經典嘅先吹大後辛苦最後回流嘅三部曲，講緊嘅係一個你睇幾次都熟口熟面嘅 KOL 套路。今次主角就係大衛。你要問點解我咁火？因為呢個人嘅把口同佢嘅行為完全係兩個人。咁基本上佢大家都好清楚，佢先係吹捧期啦，不停用影片話東莞虎門啊，話大灣區生活完勝香港，話自己喺嗰度享受到財務自由啊、空間自由啊、消費自由啊，仲話用每月幾千蚊就揾到1000尺豪宅，話邊度衣食住行好過香港，係咁吹到一般人香港人都做唔到。其實係有人刻意營造一個移居北上係非常好嘅選擇，等一班有憧憬想走去北上嘅觀眾心甘情願追隨。你諗下，觀眾睇到呢啲，好自然會覺得哇，原來返大陸生活可以咁好，大家個心情同好奇心就咁被綁住。呢種操作呢，係非常市場學兼心理操控，先建立期待，再準備反轉。你哋可能覺得我講得嚴重，但係講真，呢啲係明顯嘅誘導式內容。跟住佢就入第二幕，反轉期開始。嗱，呢度係戲精上身嘅時候啦，喺一輪長時間嘅稱讚之後，佢突然之間又話我喺大灣區揾唔到食，內地職場內卷，相睇又唔順利，失業4個月，負債累累。聽起上嚟係咪好戲劇化？係啊，因為咁大變化只得兩個可能，一係人生真係跌落谷底，二係你喺演翻場戲俾我哋睇。無論邊樣，觀眾最終感受都係落差。而大衛呢，就善用呢種落差，將觀眾由羨慕拉到憐憫，然後再將憐憫轉化成點擊率。呢個套路呢，大家都已經睇到晒，由吹捧變到拍片喊辛苦，一條龍式準備好晒嘅大龍鳳騙局咯。目的只為咗網絡流量，收割黑粉，再騙取商家拍宣傳片嘅機會咯。其實大陸啲商家揾佢拍宣傳片，真係純粹為自己做啲生意做宣傳啊。但係如果揾咗個咁嘅人拍，反效果應該會仲大。我相信冇人會相信一個經常講大話、吹水吹到要連自己都呃埋嘅人咯。真係俾佢越宣傳越驚，大家會諗啲商家嘅生意係堅定流，真係同揾個賊嚟做金漢保安冇分別。你哋仲記得佢之前嗰單喺深圳嘅烤肉店事件啊嘛？佢話接手一間叫鹽田家烤肉嘅店，半年蝕咗70萬。見到呢個數字啊，普通人會覺得哇好慘，傳媒亦都幫手推一推，點知唔夠幾日，居然有自稱係前股東拍檔嘅人出嚟踢爆，話佢係有意誇大虧損，賣慘博流量，甚至指出初期投入嘅資金唔係佢一個人全部出晒，而實際情況遠冇佢所講咁誇張。呢啲反踢爆呢，有報道詳細揭露，唔係我亂講。大家會唔會仲記得佢喺片入邊點讚東莞啊，話可以用4000蚊租到1000尺豪宅啊，話生活質素大幅提升嗰啲橋段？佢先係吹捧某種生活方式，營造幻象，等觀眾入坑。呢樣嘢好有技巧，先用一段長時間去教育觀眾點樣生活好，等到觀眾心理投資咗，即係開始相信，開始羨慕，開始把佢當榜樣，先至開始執行下一步，製造反差同賣慘。你會發現呢個係一個商業模式，一個拍片公式，唔係人生喜樂，而係製作喜樂。但係當佢由吹大灣區跳到大灣區揾唔到食嘅時候，佢並冇俾到任何有力嘅證據去解釋呢個逆轉係真係因為大灣區環境，而唔係佢自己嘅決策失誤。做生意唔得，可能係你唔識經營，可能係你唔夠落力，可能係你冇諗清楚商業模式。但佢係點做嘅？係將責任歸晒俾外在環境，然後用一段低沉嘅自白去換取同情，換取點擊。呢樣嘢呢，網民最反感嘅係因為好多時真相係佢唔夠準備，或者佢自己無能所致嘅。其實來來去去都係佢自己搞出嚟。佢仲出個片話其他 YouTuber 係假流量，
哇，自己做得唔好冇點擊，人哋做得好有流量就屈人係假，真係我都唔識再講啦。再講件好關鍵嘅事，當公眾開始有疑問，有人出嚟做背景揭露時，呢位大衛竟然選擇將有爭議嘅影片刪除。刪除影片呢個動作，對於一個公開人物嚟講係一種逃避。刪片唔係解決問題，只係想把爛牌藏埋，繼續靠其他片段混淆視聽。媒體都有報道話佢將創業失敗嗰條片下架咗，之後一輪解釋同踢爆互相交叉出現，真係肉酸到無人有啊！最爆笑係刪埋條片之後，佢又開始新一輪嘅講大灣區好，即係話當媒體同網民接受你講晒你嘅悲情版本，有人俾你同情，俾你流量，但係當有人揭露你誇大，你狗噏，有人懷疑你未必係真金白銀投入，有人指出你係用觀眾嘅同情心嚟換取利益，你嘅第一個反應唔係認錯，唔係補交真相，而係想收起有問題嘅證據。你刪片，你避談，然後咧再揾其他角度咧繼續做生意，繼續拍片，繼續博流量。呢個循環先吹大，然後賣慘，再刪片，再重來，就係我而家要鬧嘅地方。另外，佢而家話要返香港揸的士，用2年時間，仲清約100萬港元債務。呢個宣告本來聽落係好正面，踏實還債，腳踏實地。但係喺經過烤肉店件事嘅揭露之後，呢個浪子回頭嘅戲碼對部分網民嚟講變得好易令人起疑啦。係咪先宣稱負債100萬吸引同情，再靠媒體報道攞流量？我唔會話呢個一定係陰謀，但係喺資訊透明嘅年代，任何聲稱都應該有證據支持。仲有，你2年點還到100萬？唔好再吹啦！100萬你2年內每日飲水飽，唔使食飯，每日要有淨利潤1370蚊落袋，你賺到呢個銀碼，你當初就唔使住大灣區啦。想唔鬧你低能都唔得。上半段呢，我哋講咗佢個劇本啦，講咗佢點樣用北上美好幻象去誘觀眾入局。下半段呢，我會直頭鬧爆佢係點將呢種套路升級成流量生意，即係乜都得，乜都做，乜都可以出片，真真正正嘅流量乞衣模式。佢嘅賣慘有冇成本啊？當然有啦，但呢個成本唔係錢，而係誠信同人脈。你可以蝕錢，但係保住信譽。但佢做法係反轉嚟，用誇張嘅故事換流量。當網民揭穿你，你就將影片刪除，希望人哋忘記。刪片呢招原來係常用嘅習慣，先發聲，先攞同情。等到數據期過咗，等到有錢落袋或者有人揭露，就刪片，收翻埋條爛片，再換個角度出新片。呢個策略呢，有個學名叫賣完即走。呢種做法係十分冇品。已經有新聞報道指出，佢將有爭議嘅創業經歷影片下架，完全係逃避責任。關於鹽田家烤肉事件，佢拍片講自己蝕咗70萬。呢個數字喺社交平台同傳媒傳到好熱，乜都做晒。但好快有前股東出嚟話唔係咁簡單，話初期投入唔止係佢單一人承擔，實際蝕少得多，甚至有人繼續經營，後續仲有改善，仲有人指佢係第一個簽名攞翻剩餘資金嘅人。呢啲內幕被爆出嚟之後，問題係咩？問題係你將一個多方合資、多人參與嘅商業失敗包裝成我一個人被害嘅個人悲情片段，從而令接手嘅朋友生意受損，令顧客誤解。換句話講，賣慘唔單止係賺你自己嘅流量錢，仲可能係害人在先，賺錢喺後。佢仲係刪咗嗰條片度講咗幾次，話呢間鹽田家佢已經無份，大家唔需要再去。大家佢係講咗幾次，人哋肯接手你盤爛生意，轉個頭唔係盡量幫翻人，仲要踩多腳。大衛，我絕對冇屈你啦。呢條片我有睇過，我當時個腦已經喺度諗，做人需唔需要做到咁，講嘢真係要講到咁絕啦。大衛呢個人用情緒去收割流量，仲會造成社會副作用嘅。當公眾開始習慣用負面情緒去點擊，當同情成為一個可以量化嘅貨幣，整個內容創作者圈就會出現邊個可以賣得更慘嘅競賽，最後輸嘅係公信力同行業聲譽。大衛件事係一個縮影，先係你賣慘，然後係有人互相挖掘，最後係大家信心受損啦。報紙、論壇同社交平台嘅留言已經反映出呢個現象。
唔少網民認為賣慘可以當做生意。再講返人品崩潰，大衛早期嘅人設係敢夢敢試敢追夢嘅香港青年，但係一輪被踢爆之後，呢個人設已經爛晒啊！因為當一個人將堅持追夢嘅形象用嚟掩飾頻繁嘅失敗，用嚟吸引同情，並冇真正改善自己嘅能力或誠信，咁呢個人設就淨係一個表演，表演耐咗，始終會俾人拆穿咯。被拆穿之後，佢唔係反省，唔係學習，而係繼續揾新橋段，繼續做生意。呢啲行為真係好反感咯。跟住到佢嘅私生活問題，呢樣唔講啦，佢中意溝邊個搞邊個都唔關大家事，最多搞多幾個之後就可能會多咗一個叫賤騙子嘅名。不過如果又唔靚仔又冇錢，咁大家自己諗啦，我唔想評論呢點。點樣判斷一個 KOL 係咪真係改過自身，定係換包裝繼續收割？方法好簡單，睇佢做咩實際改變，係咪真正增值自己嘅技能，係咪公開透明咁交代經濟往來、合作夥伴真實數字，係咪對因佢被牽連而受影響嘅第三方做出補償或者道歉，定係繼續用激昂嘅語氣講感想，再出幾條話題片？如果只係後者，咁就係換包裝啦。與其花時間去編造悲慘故事，不如學翻一門手藝，增進知識。我完全同意，但實際有行動先得㗎。最後，我想老實同大家講句，呢個世界已經太多速成嘅名氣，太多短暫嘅同情，太多賣慘博取嘅貨幣化行為。我哋要識分辨。如果你選擇當流量乞衣，你或者可以靠一個又一個悲情片繼續賺錢，但你會失去最值錢嘅嘢——信任。大衛而家做緊嘅就係咁。如果佢真係有良知，算啦，唔講如果啦，因為佢都係冇噶啦。總括嚟講，佢而家係公眾視線下嘅一個案例，一面係精準嘅內容製作能力，另一面係道德同誠信嘅嚴重流失。喺呢個角色入邊，佢俾人嘅印象唔係一個值得學習嘅創業者，而係一個會為咗流量乜都做得出嘅流量乞衣。呢種稱號係社會同行業對佢現時行為嘅評價。好啦，呢條片咧就講到咧，到中意嘅記得訂閱同埋讚好，仲有分享俾你哋啲朋友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